再要看讲的是社会新闻，发生伫高雄，高雄的大树区透早发生一件公然掠人案件。一个32岁姓吴的查甫人，甲一个姓王的朋友有工程借卖纠纷，和对方呢找人驶车为大寮区，然后一直约到大树区，车走来将人押走，搁共拍，煞来送去病院。因共党的是将被害人的车驶到大寮区某一间汽车旅馆了后，车放来做伊走。 警方初步了解，被害人欠主嫌差不多10万块工程款，因为讨小引起冲突，目前已经锁定嫌犯专力要掠人。黑色轿车车头规个冒落去，车壳的碎片拢落伫咧涂骹，涂骹有真侪花含大档的粉汁，真侪警察伫咧边仔警戒，家属拢真着急。查某人真无欢喜，爱警察紧找人，因为因翁伫咧路的扣人押走。事发地点就伫咧大树区。当时3部车辆是一路从大寮区追逐被害人到大树区的9大路上，接着其中一台嫌犯的汽车是遭到撞毁，弃置在路边，随即将被害人连人带车被掳走。就追到这路比较街啊，那个就10几个下去打一个啦，人就讲叫阮入去内底啦。因为两朋友借无纠纷，姓王的主嫌含朋友先弄被害者了后，再搁甲押去车顶载走。另外一群人甲被害者的车驶去汽车旅馆等掉，过来才搁走去。是他们可能是有合作关系啊，只是说款项在一些汇兑或者是一些那个处理上有一些短少的部分。高雄搁一摆发生压人的事件，互民众拢会惊。治安好像越来越差啊！发生枪案，惊死人。 今麦警察已经锁定特定对象，要来甲因抓。不过最近一直传出治安的事件，变作真紧破案，互市民放心，成做高雄警察即麦上大的目标。